点恐怖哎。怎么回事啊？是谁？不要过来！妈咋啦？我在累死，怎么传讯息来？姐，干嘛敲门都不理我啊？你的灯泡坏了，到底要不要换？谁叫你这时候敲门的？哦，你简讯。哦，开课 Ready Go， 开课 Ready Go 来了，要去波士顿。要去 Boston， 太棒了！起来收行李。先等你行李啊。等一下哈，看到了参观一下场次。还好我这次去波士顿，我也要吃龙虾。嘿，怡姐，我看到你了，你好，我是小吴。欢迎小吴。我一接到任务哦，就赶快赶过来波士顿这边呢。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你来。所以等一下呢 ，Let's visit the city。我帮你安排了很多的景点，我们好好去 visit 这边的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们当然参观要在赏识哦。当然啊，一定要好好 visit 这座城市。对，还有一个要求哦，我看到这张照片，这龙虾好大，我们去波士顿也可以吃龙虾吗 ？Sure， 当然一定要啊。等一下哈，看到了参观要在赏识。好啊 ，Let's visit the city。参观下 New York。耶哦，你懂欢喜呢？对呀。哦，那个纽约啊，是很多人心中的那种 Dream City。你约在几批都的参观要在赏识。真的是太开心了。Here we are, let's visit the city。每一个人来到了纽约，一定要来这个 landmark。参观要在赏识哦。那个虽然很小，可一看就知道是很经典的地标。The Statue of Liberty is the famous landmark in New York。不过来到景点，一定不能忘记要拍照啊。Yeah, such weather is good for taking pictures. So 我要帮你找一个好点来拍照。好，那边。这边啊。来后参观要在赏识啊。热气胸哦。怡姐，安之生呢？感谢你哦，当然参观要在赏识。我也很开心你来 ，Let's visit this city， 让我也有机会当一下纽约客。